右腦覺醒，5步驟轉化啟動幸福美好。第8章實踐篇，熬過思考的回歸，練習去掉主詞。實踐篇步驟4，捱過思考的回歸。就好似前面所講，右腦君係遠古嘅大腦。既然右腦本人都係咁樣講，應該就係啦啩。只係我最近喺度諗，就算唔回溯去到遠古時代，直到近幾年為止，講唔定我哋都唔係個體意識。比如話，我哋都有名，係唔係？日本人嘅名幾乎都以居住場所命名，就好似住喺山裏邊嘅田邊，所以叫做山田；又因為住喺河川上流嘅沼澤地帶，所以叫上沼；仲有住喺山腳下面嘅就叫山下等等。人名同地方以同樣嘅名嚟稱呼，喺人人都需要耕種、飲住河川或者井裏面嘅水，接受山林恩惠嘅時代，嗰個地方同個人喺意識上亦都有住廣義上嘅一體感，唔係咩？如果田裏面遭受到昆蟲或者疾病嘅危害，個人可能亦都會感覺到好似怪怪地咁，就好似自己嘅身體一樣，憑住自然嘅直覺察覺到異常。咁樣或者係老媽我嘅妄想，但講唔定就同我想象嘅一樣。事實上亦有唔少研究人員表示，個體呢一個感覺係近幾年先喺意識裏面形成噶。對誕生喺個體呢一個已經係成為常態嘅現代人嚟講，好難想象冇個體嘅意識。雖然有時我哋會喺運動競賽嘅情況之下，好深刻咁感受到一體嘅感覺，清楚知道某位夥伴做出乜嘢嘅動作，就等同我哋自己做咗一樣。就好比一群人划住同一艘船，划槳嘅每個人都會感覺自己同其他人係一體噶。咁亦係喺運動入邊，語言嘅思考會逐步消失，而敏銳嘅體感會逐漸佔咗上風，並且持續咁喺成場比賽入邊。老媽我並唔想將思考當成壞人，但係從某種生命系統嘅角度嚟睇，我感覺仿佛有一個切換嘅關鍵，嗰個就係有思考同冇思考。講起上嚟，呢一章嘅標題係捱過思考的回歸，令大家覺得好緊張呢。我喺步驟1、2、3介紹咗具體嘅練習方式，希望大家一定要實際去執行。咁係同你一年到晚都諗住要挑戰掌上壓，只係冇實際去做就唔會生出肌肉嘅道理係同一樣噶。此外，當你真係認真咁做練習，採取行動，想要停止思考之後，思考亦都唔會認輸，開始有所行動。於是你會進入呢一章裏面所講嘅步驟4，思考嘅數量反而會比得比平時更加多噶。你開始在意嗰啲平時唔會介意嘅事，思緒不斷咁喺你腦裏面盤旋，一下嬲，一下難過，有種情緒上亦都容易受到影響嘅感覺。你可能突然會變得心灰意冷，會覺得咁樣練習有咩意義啊？呢個時候請你睇清楚，請你好好仔細咁觀察。左腦君喺度驚緊啊！冇錯，左腦君感受到危機，開始行動啦。從左腦君嘅立場嚟睇，如果思考被停止，過去培養嘅大腦神經回路將會化為烏有，因此佢會非常之努力，無論用點樣嘅手段，都想要你去思考，而且仲要你特別情緒化咁去諗添。練習去掉主詞，喺呢個步驟，我想教大家係去掉主詞。當你感覺到自己似乎好煩躁嘅時候，請唔好講我心情好似好煩躁啊，而係要講今日有種煩躁嘅感覺。如果你好憤恨咁樣諗住呢條友點解要咁樣講嘢啊，就要講成總係覺得有種好猛整嘅感覺。又假如你感到今日心情好煩啊，覺得好難過啊，就請你去講哎呀，有一股好想拋下一切嘅悲傷心情啊。又若果你心裏面諗工作好攰啊，呢個工作唔適合我，都係辭咗佢好啦，就請你講今日有一種好難受嘅感覺，想要離開嘅心情。呢一個係睇落去差異唔明顯嘅操作，但有加上我呢一個主詞嘅思考同冇加上主詞嘅思考係唔一樣嘅回路嚟噶。左腦君係想要帶你加上我呢一個主詞嘅思考，甚至仲想帶俾你有住強烈黏住嘅情緒嘅思考。呢啲都會係令人不停咁諗、不停咁諗、不停咁諗噶。而且對左腦君嚟講，呢啲係非常好味嘅思考嚟噶。
因此將我改成講為今日有種換成咗變化唔大，但係拉開咗距離嘅思考，就可以避免自己被左腦軍嘅作戰計劃呃到噶啦。選擇詢問直覺，下一步你要點樣做呢？總之，聽日我嘅感受就會變得更清晰。我嚟問下直覺先。講完呢句之後，然後進行電梯呼吸法，帶住要將疑問或者想知道嘅事情放入去腹部裏面，感覺去做，係咪好期待呢？唔知道右腦軍或者本體軍會作出啲乜嘢嘅回覆呢？到咗第二日朝頭早，你嘅感覺通常都會唔同咗。有時起身嘅瞬間就會浮現直覺或者清晰嘅畫面，呢啲就係老媽我每日都做嘅事啊。思考消失後的身體感覺，老媽我嘅思考消失咗好幾年噶啦。有人問我，你迷茫或者煩惱嘅時候會唔會去諗啊？係嘅，我會諗，能夠下決定嘅事情我都會做決定，做唔到決定嘅時候，我會揾喺嗰個前提之下最佳嘅狀況，並且會諗住仲有冇比最佳嘅狀況更好嘅選擇呢？等等嘅問題令到自己樂在其中。我會將嗰份愉快嘅感受降到去腹部，相信事情係往最好嘅方向發展。至於點解要降到去腹部，咁當然係因為我幾乎100%會得到答案，而嗰個答案唔係嚟自老媽我個人，而係從包含更大整體嘅地方回傳翻嚟嘅。關於呢一點，請你好認真咁聽我講啊。思考消失咗幾年之後，我喺最近注意到一件事，其實仲有另外一個大腦喺我嘅腹部噶，嗰個感受係相當真實。嗰個腦亦都好大，超出咗我身體嘅範圍。我目前稱佢為生命腦，不過總係覺得好似麻麻地，讀起嚟怪怪咁。呢一部分我仲喺探究之中，如果繼續開發落去嘅話，講唔埋係可以做到好多嘢噶。盡管呢個係我自己嘅腹部，對老媽我嚟講係未知嘅領域嚟噶。近幾年，大腸同心臟亦都發現原本認為只有大腦先至有嘅神經細胞，所以或者唔見得係一件好奇怪嘅事嚟嘅。我作為一個探究者，之後如果有任何其他嘅發現，我都係會將佢哋寫出嚟噶。我前面介紹咗具體嘅通往意識轉變嘅步驟，你覺得點樣呢？好麻煩？點解一定要做呢啲事？唔明白意義喺邊度？唔知道有冇效果，都冇瘦到落嚟，唔好玩嘅。或者你會有咁嘅諗法，我明，我真係明噶，都唔係咁特別啫，都係一啲普通嘅方法。不過老媽我相信，只要繼續照住做，你肯定會開啟唔一樣嘅人生。等到思考消失，你應該會喺永無止盡嘅此時此地當中，同你嘅本體連結，並且睇到永恆。因為咁，老媽我從思考消失嘅嗰日開始，直到呢一刻為止，都持續咁用自己嘅意識去做人體實驗。目前嘅就係要將方法傳授俾其他人。所以如果你覺得做得到落去，請繼續執行啊！呢個唔係你無論如何都要做得到嘅事，請你用輕鬆嘅心情去做。探究係一件好有趣嘅事情嚟噶。接下落嚟嘅內容係寫俾此時此刻經歷緊人生困境嘅你。老媽我寫呢本書唔係用嚟讓人捱過人生嘅逆境嘅內容嚟噶，而係專門針對意識轉換呢啲小眾需求所寫嘅。假如幫唔到你，我真係好抱歉啊！但係老媽我知道，無論何時，你嘅內在都有支撐住你嘅意識。老媽我年輕嘅時候，亦都曾經患過身心疾病，而感到好痛苦，變得冇辦法走出家門，亦都俾咗屋企人好多麻煩。嗰個時候，我總係將鎮定劑當做護身符咁樣緊緊咁握喺手裏面，而且唔知點解，只要用手遮住右邊面，我就可以勉強咁離開屋企出去行下。我就曾經係咁樣嘅狀態，甚至有一段時期，我即使喺屋企裏面都要蓋住毛巾，冇辦法將塊面露出嚟。幸好我遇見到一啲好優秀嘅教練，自此之後，我開始好仔細咁探索並且療癒自己嘅內在。經過我不斷努力，學住接受，慢慢建立起新嘅自我。嗰條路嘅盡頭有而家嘅老媽，嗰陣時嘅我絕對想象唔到嘅人生。我嘅人生獲得咗改變，得到咗好多嘅支持。如果你稍微能夠喘息，有辦法慢慢咁抬起頭睇下外面嘅世界，請你一定要出去尋求支援啊！嗰種感覺好不可思議。我後生嘅時候生病嘅嗰段日子，總係覺得
隱藏起嚟嘅右半邊面唔係而家嘅我。記住啊，盡管有某種痛苦嘅嘢擋住咗你嘅人生，你嶄新人生嘅胚胎就沉睡喺你嘅內在深處。你一定可以改變，此時此刻亦都淨係一點一滴咁產生緊變化。唔好心急，要慢慢嚟啊！我喺步驟1介紹嘅電梯呼吸法，會令到你連接上喺腹部下方嘅能量部分，讓你會諗起可以安心咁留喺嗰度嘅感覺，係一種你遠離腦入邊令人感到痛苦嘅思考之後，降到去腹部嗰度，同你自身身體能量合而為一嘅體驗，可以安心咁留喺嗰度嘅感覺，唔係人哋俾你噶，係你呢一個意識同你腹部裏面嘅生命能量之間嘅關係，同意識係咪可以有辦法喺身體裏面紮根有關。接住落嚟，我要介紹最後一個步驟啦，左腦的反擊，嚟啦！